鹹菜館，鹹菜館，主廚好時刻，鹹菜館料理，阿龍過來，我菜煎肉餅，煎肉餅，煎肉餅啊，做一地肉餅啊，細地哦，嘿，較早哦，冇上好啦，幫位啊要人學落嚟些啦，媽媽袂學，因為你係麻煩，佢會用cái泡菜啊，切油，從喺嗰邊做嘅，用豬狗肉啊，一攤用煎。用煎，山西啊，做便當，大便當，白飯包時間未做得用到，我哋啊，緊做，然後我紅料，紅料，係，我食過啦嗬，四地，你啊，嗰邊啊，你梅乾菜啊，你洗過，未浸過，你用班愛浸過，因為啊，你梅乾菜就是啊，曬。有冇沙啦？還有啊，鹽巴，鹽巴。我聽用鹹嘅啊。而家最少要洗3遍，要浸2遍，差唔多要浸差唔多15分鐘，10分鐘左右。咁而家係煎片了。我哋洗好咧，你啊要洗到冇鹹，我試看看，你試看看。冇鹹啊？一啲啲啦，你就得洗到完全冇米絲啊。有一點點回甘 whisky 的感覺，沒有，回甘的感覺。哦，冇 whisky 啊，我醉了。燕姐做的嘛？自己做呀。燕姐做的啊？哇塞！你要給他的？要漂亮。要漂亮。怎麼樣呢？太長不要。哦，短短肉。哎。你要做荸薺啊。馬薺，你做肉丸子啊，一定要加啲荸薺啊，口感哦。你啊一架熟嘅，一架熟嘅啊，還冇嘢，人家說水質味啊，還有漂白水味道。這架熟用熟。都啊，這個是天天的熟啊。係，你像嗰種誒，喺中南部啊，更多嗰種田野間。最近種咧，較早啊，冇人都好食啊，其實用10粒荸薺嚟食，試看看。冇米，稍微羊角這樣的米頭吧，菱角羊角這樣的米頭，稍微牛有米頭。真緊啊，冇便宜，較早人先食咧，你一下最近做埋個獅子頭啦，肉丸子啊，都冇用到樣，口感都好。最近咪變咯，因為啊，佢加熱過後啊，佢唔會綿，其實也係細滾嗬。好，我加搖停鹽啊嘛。嚇？厲害！咩講啊？你水沖唔撈因為唔會啦，省掉啊，要節約用水。油啊做得比較光滑，比較亮。鹽啊，你就該撒嘅時間啦，佢會吸落去。油撈鹽，水紅。但係咧，你也不給它醬保色啊，你做得加得有湯，未做得。真嘅啊？係。湯。你講，你好像覺得我都在騙你。啊，湯也是，呢隻我都冇談過嘅。好。普通啊，媽媽最近唔會做得出來，因為麻煩。很麻煩。好，都是要了。要咕滾哦。好，我加啲香菜啊。梅乾菜是很糊啊。因為哦，其實不用咁樣，其實洗下椒，韓國啊，未不用下椒。啲泡菜是含冇啊，泡菜啊，最近不用咁樣嘅米酒乾啊。即係小錢酒乾嚟啦。中文叫小錢酒乾嚟啦。那叫傳下來嘅東西。因為啊，較早啊，送年嘅時間。也係自家買啊，嗰小型酒是最好嘅。係，同埋嗰時候送小型酒係秘書呢。係啊，嗰較早哪有
下手上目酒啊，目酒咪下手煙色，進前係米酒、芒酒，又係紹興酒、花雕酒，冇嗰種嘅，冇乜嘅威士忌啊。哦，嗰樣就是唔係。不過就怎麼用紹興酒嘅講嚟擠到出嚟嘛？鮮雞羊肉。哦，好，你一下豬肝肉放落去，同樣哦，我哋一下用調油，係香。你一用啲麻油呀香油出嚟就得啦。我咪放到米酒啊，去腥味。誒，然後一條湯，辣椒我等下愛。好。而且有個沙沙滾。誒。大海，仲有啊，正병要避震器了啊！哎，避震啊！哎，三星正병啊，活動台上，你是用抹布，哎，貼在那就得了。好，你一下，好嘞。哎，師傅請品嘗。你去看看，你去。是吧？做對咯。好，你一下來煎一點點，讓我在那邊吼。哎，冇錯啊，冇錯啊。因為按老虧的事情，我暫時弄來身後嘛。找你來只是害我的哦。但導播講死見到咧，嘎仔啊，不粘鍋。不粘鍋，撈個一個佛油，你沒有塊佛啊。你家下已經失誤，上擺讓誒點椒冇切好，也有五塊佛，你到底係馬沙牌咯誒。古時候都要學心嘛。好，你從兩樣啦，塑形啊，是不是下醬？其實媽媽做多啲啊，你從芒煎嘅時節啦，食到佢冷凍起來。用煙黑落嘅時節啦，食落去用脆也係用煎，啊春前做得。哦，都用煎嘅啊？誒，用泡嘅味就得啦。如果冷凍嘅，你用炸嘅話，唔會變啦，唔會變，略嗰甜甜啦。好，哎，生殺的大權就交給你了。好，來什麼？好，來上嚟吼。該等下略幾時會上色咧？好，上嚟凍醬。啱嘅吼。也是客家漢堡肉啊。你一邊過來啊，你做啲那個大個醃啊，形狀更漂亮。哎。冇中間呐，還扁得好看。好，唔該。你翕哈。你還要辣椒喲？好，來辣椒，我來辣椒吼。你就用刮的，也用切的。一刀下嚟啊，是用切的。帶骨。底部嘅濃梅啊，因為啊，該食滿滿醬，有時候我哋係切到辣椒啊，來浸水，然後用糖杯，你係飲水嚟用啊，你做得用到乜嘅變水啊，變水其實會下夾。哦，夾下夾哦。係，你像該因山西啊，台風天也係。熱頭強辣啦，安尼青菜、糟蹋，你咪做得用水來底部來用浸啊，哎，用到變苦啦，其實飲水會恢復哦，跟面貼爛貼是冇辦法啦。哦，面貼那啲浸起出來就很油耗啊。哎，用來地，一定用啦。
哇！我看咱咯当油哦，當油哦，哎，啊，還有出油哦。你像倆，用慢看去鬆芒吼，你像倆，也肉的蛋白質，做出來哈。哎，倆差不多有7分8分熟啊，東看看，你看來看，如果出來係白色的喎。哎，好了，还有一点点血水，一滴滴了，哦，等下差不多7分熟左右，它会后熟啦，佢後背還未熟，不熟啊，等一下差不多咧，熟咧哈。因為佢燒燒，佢繼續加熱嘛，哦。你見到完全熟啊，基本上半夜佢會調燥，因為咁 juicy，佢好食嘅地方啊，是地部油啊，哦，台灣人最好是油啊，哦，因未講我溜嚟油啦，是講因。大家見一些啊小小訣竅，我教你。好，你啊差不多咧。關台機。哦，少哦。要把沙漠里的绿洲，哈，哇，你擺落一點就在賣哈。哇塞，功夫哦！真是哦。哦，人有下半槍挺當爽。可以啊。好，來，好了，大家準備列出梅乾菜煎肉餅。鹹菜乾煎肉餅，哦，鹹菜乾啊，是，鹹菜乾啊，其實因客家菜沒有當有名嘅，都是醃製物啊，醃製物我經講啊，醃製物係客家菜啊，佔1/3的比例啊，哦，不管福菜。梅乾菜最近強調，佢係來按到청년菜啊，청년菜啊，청년菜佢做基本上來做肉餅，最主要因呢福菜也係個梅乾菜啊，嚟嚟去洗腸煎過，哦，去除佢嘅腥味，最尾啊，嚟嚟個水嚟吸個燥掉，嚟剁油，然後cái豬絞肉啊，一定會嚟去摔成出筋啊，摔成出筋。你用脆也未做得，用煎也未做得。哦，你一兩種嘅方式啦，咱講食起來啊，完全冇共樣。福菜煎肉餅，麻糍、蒜頭、辣椒嘅、鹽絲嘅、鹹菜乾切幼幼嘅，長白菜切一類類嘅準備。先睇長白菜燙過以後留起來，用麻糍、蒜頭、辣椒嘅、鹽絲嘅、鹹菜乾、絞肉、卵、片啲粉、香油、麻油、米酒、糖，攪完以後揼出件，沙陣提肉醬，熱到圓圓以後落鑊烚到熟，先後裝盤擺對長白菜，按你好食料理就做隻食咯。